是大家会袂当恁即个语言独占，所以爱叫闽南语啦吼。我讲吼，好啊，安尼我支持，我赞成，我支持啊。所以咱爱先叫台湾银行改名对无吼？台湾有较侪间银行，凭啥物迄间独占台湾迄个名，好无？啊叫罗斯福路迄间台湾大学吼，嘛爱改名，因为台湾有较侪间大学，凭啥物伊独占迄个名？吼啊亚洲大学愈嚣张啊，对无？亚洲有较侪间，凭啥物伊独占亚洲迄个名？哎，恁听有无？台语是一个名，对无吼？伊毋是，就是台湾的语言。台湾大学迄个台湾是一个名，毋是讲迄个台湾的大学。啊，台湾银行嘛是一个名，毋是叫台湾的银行，安尼听有无？听有啦吼，叫聪明的敢一定较巧，叫美丽的敢一定较水，无一定啦，无一定。这只是一个名啦，对无？安听有啦吼，这是一个名啦，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吼。清水溪啦变罗，敢会改名做罗水溪？有可能啦，有可能啦，但是无一定啦，无一定。爱看，所以我讲叫台语，安尼甲有无讲闽南的啦，安尼阮会嘛歹做啦，叫闽南语啦。我讲闽南语袂使啦，吼，闽南语袂使，爱叫台语。所以你讲好啦，啊无安尼咱妥协，咱叫做台湾闽南语啦，吼。啊，恁敢称做台语啦，啊，阮敢称做闽南语，安尼会使无？你看有共巧吼，过来吼，阮讲啊吼，罗马字是字啦，对无吼？伊是因为伊当做文字来书写。伊讲啊吼，哎呀，有一寡人感觉吼，汉字才是字啊吼，遐 ABC 拢毋是字，所以全世界敢若中国有字，有汉字有字，其他的国家用的拢毋是字安尼啦吼，是拼音啦吼，所以吼叫做罗马拼音啦。啊，所以讲尾就妥协，讲叫做罗马字拼音啦，吼。啊，所以你要写你要叫伊罗马字嘛会使，你要叫伊罗马拼音嘛拢有啦。所以就变遮长喎，本底是台语罗马字加合万喎8字喎，啊结果变偌济字，24、6、8、10、12、13字啦，你看，哇！所以为着各方面得失，恁所有名我都即个拢甲你包落来，叫做台湾闽南语罗马字拼音加合万喎，敢若啥物无争议，加合万无争议，哇！台湾就是安尼啦，足复杂的，所以吼。起心动念，你知影？就是无法度伫开始讨论正经代志之前，就爱先为迄个名称啊吼，先掠讲几步安尼啦，真正是。好啦，恁入去即个网站，恁知影我的个性嘛吼？咱做袂小解大家无聊的网站啦，是毋是安尼吼？咱一定爱趣味对无 ？funny 嘛吼，啊无就爱有 money 才会使，对无吼？若无 funny 就 money 互我嘛，对无？啊若无就爱 funny 嘛，无 money 就爱 funny。哦，所以哦，哇，你看人家请由此进哇，哦，你甲点入去，就入去，入去了后会出现什么物件？哦，入去了后就是出现这个画面，哦，这个画面啊，吼，出现了后，吼，因为网络无法度用嘛，咱若中昼会当用，咱就下晡才可以看。这就一个声母小解，有啊吼，韵母小解，哦，声就是安尼啦，会出现这个画面。哦，啊，这个画面吼，以前啊吼，你知影？我以前读小学的时啊吼，拢甲人讲啊吼，迄个啥，拢问，就有一摆问老师一个问题，我说老师，是安怎是波啦，毋是波哥呢的啦，是安怎啦吼？是毋是安尼？是安怎啦吼？啊，老师就讲安怎？老师安怎回答？啊，古早就安尼规定啊，啊，本底就是安尼啊，你着背就对啊，讲啊问较济要创对无？老师就安尼回答啦，一直到我学台语罗马字啦。我才知影讲是安怎，来，咱来念一个，来对我念哦。b b m b， 你有发现无？第一排拢安怎 b m， 拢是啥物？双顿音啦，喙顿啦，有无？喙顿合起来有无？甲开开有无 ？b m， 有无？啊，第二排来，大家对我念的。n l， 拢是啥物音？的 n l， 有无？你有发现无？所以是安怎注音符号安尼排？因为 b p m 啊 ，f 是喙唇喙齿嘛，啊，再来的 n l， 有规律无？伊是照啥物排？照你的器官啦，照你发音的器官安尼排啦，你听无？所以有规律无？有规律是安怎？老师袂晓，国小的老师袂晓，因为伊学汉字啊，汉字根本看袂出来啊。你若用罗马字一写，安怎绝对就看会出来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无吼，倒特呢了啦，啊，再来g 字次是
日，结束啊。声母就是安尼尔，声母就是安尼尔，有简单无？足简单的啊！啊，母音是啥？母音就是啊、伊、有、诶、哦，6个音尔。啊、伊、有、诶，哇！啊、伊、有、诶，啊，搁一个啊、伊、有、诶、搁加一个啦，有无？啊、伊、有、诶、啊，搁加一个就是啥呢？你晓唱东无？对吧？同学们同在一起，同学啦，对吧？同学啦，同学的学啊，伊毋是伊是学有啊，有啊吼，食花糕有啊，花糕有啊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呢这就是台语的，你若点入，去点入去安怎？你讲老师要怎念，我就看无啊，我哪会看有对无？我袂晓念啊，但是你会晓念啊，无问题啦。我大家知影你袂晓念对无？袂晓念就咱点入去一赞。无法度，各位听声啦，较无彩，我家己念啦吼。你若点即个所在，你若点入去以后，伊就出现即个画面，像我用波来做例对吧？你若点入去，佮甲点一个，伊就会念波，有无？伊就教人念波，有无？你若家己有网络，你即摆现场就会当，有无？伊就念波哦。啊，你若饲下面食咧，伊会安怎甲你念？伊会念安尼，波波波。玻璃波，哇，对不对？安尼最好学的对吧？来，大家做伙念一个，波波波，玻璃波，是不是最好记的对吧？这个就是波啦，有无？那念波咧，你当然迄个啥，另外一个你就会当，练习所有的注音嘛，有无？波波么，迄拢会当，最好，你个再做一个小练习有无？是不是安尼？你甲点入去，小练习。歹势，我无定小练习啦，歹势。小练习伊就会有一个迄个啥巴巴的巴，伊有3个，互你选，到底是波还是坡还是无3个啦，你就当然选波迄个对无？选一个啦，选一个就是波哇。小练习啦，种足趣味的方式，你只要秒就好啊，你点落伊就秒起来，有无？所以足简单啦，声母、韵母、声调。你若要学声调，要安怎？好，你讲我学好啊，要进阶，你要学声调，声调真困难，对无？台语的声调真困难，来，大家对我念一个口诀啦，来，西好把臂，高高唱落，有无？你若去 Google 啦。台语声调，拢会跳过就对啦。狮虎豹鳖，哇，伊就汉字甲你写，什么猴狗象鹿，哇，西好把臂，高高唱落，有无？过来另外一个口诀，然后你感受迄个音韵的关键哦。过来，三底裤胯，人的鼻滴，哇，嘛是口诀。衫足底啦，裤足宽的，人足矮，鼻足直的，哇！衫底裤宽，人矮鼻直，就是8声调啦。滚滚滚滚，滚滚滚滚，台语声调。好啦，声调要安怎？你讲老师声调要安怎学？敢是即个声调小解？我甲你讲，你点入去啊吼，保证啥物拢无，无啦，有一个画面啦，足换啦，毋是即个，请你点下面的变调规则，有无？点即个啦，迄个无聊，迄个莫吵伊啦，一个啦，变调规则，点入去就会安怎？伊就会有安尼，伊就会安尼，伊甲你讲啦台语啊第1调会变第7调啦，就是芳，有无芳音调的写法是安尼，芳，我叫放较大咧啦大家拢看会真清楚啦来对，来，伊写的写法是芳啦，但是实际上的讲法，请听音读，你即个甲记落伊安怎念？伊会念芳还是芳？对吧？伊会念芳有无有无？芳有无？伊就等于教讲啊若字伫头前，毋是最后一字，你就爱变啦就是芳。迄较复杂，迄你慢慢才听。有无？芳，我有听到有人试出来啊迄声音。边仔有一个练习啦即个练习是啥物物件咧练习就有安怎？即若切，冰，
粗，呆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吼，啊，搁来啊吼，搁来，你点入去以后，你搁点入去嘛吼，伊有一个小练习，有2个喇叭尔，我看我有抓无吼。啊，就是这啦，好水啦，这足古锥的红啊，就会带咱学台语吼。伊就安尼，伊就讲啊吼，伊就写甜嘛吼，啊伊就遮会看甜，吼，啊叫你猫一个正确的话吼，啊就猫，啊你若听袂清楚，搁点一个，伊就搁念一间互你听，念甲你听会清楚为止，吼，甜，要猫倒一个，互你安尼学变调啦，有无？吼，学变调，啊搁会咱后一题。顶一题有无？吼，是毋是足古锥，搁足好学的咧？吼，有无？甜，啊，搁来，搁来，搁来，上，你若拢总学好以后，好，网络歹插伊，拢总学好以后，你着爱来遮，来遮做一个小测验，遮有一个叫做拼音测验。拼音测验无？声调变调规则伫遮，拼音测验有无？有无？拼音测验了，你甲点入去，伊就有3种互你选，声母、韵母、词类甲底句，底句。迄无要紧，迄后壁2个迄拢毋是即摆的代志。先看声母、韵母啦，声母、韵母是要创啥的咧？就是要互你基本的知识。来，啊，你入去以后会看到即个画面，声母、韵母练习20题、40题、60题也是全部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啊了以后，你着咱凊彩选一个啦，凊彩选一个了后，伊就出现即个，毋是，伊就出现即个画面，啊，即个画面啊我毋知伊是啥，因为听无声音档，对无？伊就遮会有一个声音啦，出来对无？啊，声音出来，你着爱选，即个声音到底是倒一个字母啦？安尼是毋是会当练习，对无？啊，你若听袂清楚，搁点即个喇叭一解，伊就搁讲一解互你听。像咱凊彩啦，咱凊彩点啦，毋是啦，迄个我嘛毋知伊到底是好啊啦，好，伊若讲好，手好是倒一个音？ H 嘛，即个好嘛，你着写 H 嘛，因为遮干一个。啊，你若写毋对，伊就甲你拍册啊，袂互你选。所以用这嘛是慢慢练习，测验看家己的字母有准无安尼，足好的方法啦。啊，足简单，你着哪听话，啊听袂清楚，搁点一解，就搁念一解互你听。啊，了就后一题，拢总会当练80题，有无？80题练了，你敢晓袂晓？对无？一定会晓的啦，足简单的啦，是毋是安尼？是毋是安尼？好，所以呢啊，若声母、韵母测验嘛做了以后，就是这啊，就是这。好，所以这个网站是互你轻松学台语啦，轻松学台语，安尼晓无？迄是咱家己学啦，咱家己学会当用这个网站啦，啊，过来，若要拍字啦，因为谁来先讲拍字咧？你知拍字讲了，才会当讲词典。若要拍字，因为电脑要拍。 台语足重要的，我头仔讲啊你若是袂晓拍字，你干那讲，你讲嘛无啥物机会对无？但是你若会晓拍字，你会当甲全世界伫网络沟通啊，对无？若有网络以后，我就甲互各位看我的 FB， 我的 FB 全部拢台语人啦，所以呢你若要用电脑拍字，一定爱管一个啦，一个输入法，输入法，你爱去掠啥物物件，莫记网址，因为无人咧记网址。因过我人咧开车，迄垃圾拢会讲咱的网址是 3w 打巴拉巴拉打巴拉，对无？啊，我心内就 OS 讲你是要叫我安怎啦？你要叫我甲弄落以后，我紧摕纸摖来抄了，对无？是咩？关键词啦，敲吹啦，吹啥物件？信望爱台语输入法啦，简单讲就是安尼啦，信望爱台语输入法，就是林俊佑老师开发出来，咱家己涂啊声，足好用的啦，足好用的。你知影伊会当拍台语，会当拍客语，会当拍罗马字，会当拍汉字，会当拍汉字，啥物拢会使就对啦。而且上好的是啥？你若要拍台湾对无你毋免拍声调，你只要拍 TAIUAN 台湾，伊家己就走台湾出来啦。
吼，安听有啦吼。当然，咱伫遮吼，若有机会，因为咱遮足近的，迄个林俊雄老师就住伫 Boston 啊吼，会当请因私底下搁教大家上课，因为我时间有限，所以无法度伫遮详细绍介。但是我家己是用电脑是用即套，我家己电脑是用即套咧拍啦，吼，所以足方便的啦，因为伊有思考。你像你要拍头毛对无？你毋免先拍头啊第五条，啊才拍毛吼，安尼拢毋免，你只要直接甲罗马字无声调的拍出来。伊就帮你剪头毛啊，而且有飘飘，甲你飘好好。对初学者来讲，袂飘毋着调是上方便的，对吧？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呢吼，一定爱即套输入啦，毋免飘调就拍会出来啦，吼，足方便的。啊，而且佫会当有思考，思考就像我拍和信函，是毋是本体的书拢袂有即个，拢一定要一字一字拍对吧？但是我若家己甲迄个思考输入，讲和信函，我只要拍 HS 吼 H。安尼和信函嘛，吼 HSH， 对叫啊，所以我以后若拍 HSH 就出现和信函啊，安听有啦吼，足方便的啦。啊，若手机啊咧，啊若手机啊要安怎？手机啊有两种系统，恁知影？一种叫做 iOS 系统，就是 iPhone 啦 ，iPhone、iPad 对无？你若是另外的手机啊，另外的手机啊，请你去掠罗汉卡即个 APP。罗汉卡，罗汉卡，现在罗汉卡是啥？恁知啊？独身啊啦吼，查甫的是查某的，查囡仔无结婚的，咱叫罗汉卡无？袂使对无吼？啊，是安怎查甫的无结婚要叫罗汉卡？无查甫的无结婚，啥要叫罗汉卡？恁知哦？因为啊吼，古早台湾的原住民有真侪是母系社会哇，迄财产是查囡仔才会当得的，吼，查甫的袂当得。啊，所以呢吼，迄个母系社会，所以查甫的来，什么汉人来台湾啊，无结婚，无娶原住民的某，伊无法度得财产啊，无所在通去啊，只好居伫倒位？庙林嘛，啊庙林甲倒伫妈祖的骹下面，袂使嘛，对无？所以就爱倒伫倒位？18罗汉，迄拢较后壁嘛，所以倒伫罗汉的下骹啦，叫罗汉骹啦。所以罗汉卡这个用法，就是表示台湾早前原住民有真济母系社会的证据啦。安尼听有无吼？听有啦吼，好啦。啊，罗汉卡的事，罗汉卡，你一定要去掠罗汉卡。这个用手机仔啦吼，手机仔吼，因为这 iPhone 才有 ，iPhone 才有，吼，还是 iPad， 这是罗就是罗马字啦，汉就是汉字啦，拢会当拍啦。罗马字、汉字拢会使拍。啊，搁啊吼。伊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讲，你看，你即摆拢用手写输入法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你拍汉字拢用手写输入法对无？啊，若连面要汉字，连面要英语要安怎？你就爱去切迄个地球的迄个 mark 有无？吼，啊，就去甲换语系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足麻烦的对无？我甲你讲，你若伫罗汉卡即个物件内底，你会当共一个画面哦，拍英语、拍台语罗马字、拍台语汉字，拢共一个画面。老师安怎做会到？英语就直接拍嘛。吼，有无？因为无网络，无法度小落去吼。英语就直接拍。啊，若汉字咧，就是安尼背啦，伊靠安尼背，安尼背就是汉字，拍了安尼背就是汉，啊，就罗马字啦。安尼背就是罗马字，啊，安尼背就是汉字啦。安尼听有无？你拍了以后若无背就是英语啦。嘿，啊，若是安尼就是就是迄个啥罗马字汉字啦。安尼听有无？所以共一个画面，会当拍英语，会当拍台语罗马字，会当拍汉字。你甚至你嘛要想要写华语对无？会使无？你就拢甲拍汉字就是华语啊，对无？日文嘛会使。日文嘛会使啦，日文嘛会使啦，所以有方便无？一个画面你想要拍语言拢伫遐，毋免换，你只要顶面下面什么撇来撇去。上面是什么？无啦，你家己去用看卖就知啦，吼。我即摆毋敢甲你讲，因为我惊甲你讲毋对，因为我即摆我拢直接用嘛，袂去记嘛，吼。来，我讲罗汉卡伫遮啦，罗汉卡啦，吼，来。你去掠，你去掠罗汉卡输入法，你就会看到即个画面啦 ，app 嘛吼，你就会看到即个画面啦，吼，有无？即 FB 啦，吼，叫做罗汉卡台语输入法啦，吼，罗汉卡有无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吼，罗汉卡台语输入法啦，吼，等下我甲掠过来，掠袂过来，好啦，安尼面部较过。安尼啦吼，罗汉卡台语输入法啦吼，罗汉卡，你去 App 在 Apple Store 去掠就有，免钱的啦，免钱的。你看两张图讲完罗汉卡有无？两张图就好啦，啊点击看动画有无？吼，有无？
点击看动画，你若去电脑 Facebook 有去面册 Facebook 拍罗汉脚台语输入法，伊就会出现即个画面。有动画甲你教安怎用啦，有影片甲你教安怎用啦，毋免我伫遮教啦，看影片啦，爱听无？你讲但是这敢若是 Apple 的啦。你讲老师我都毋是 Apple 的电脑，我的是Samsung 啦、ASUS 啦、Acer 啦，什么牌啦，无要紧，无罗汉脚，咱有台语咪，Android 的系统就是毋是 iPhone 的系统的，你着去掠即个 app 叫做台语咪，是毋是安尼？台语咪毋是台语爱咪甲爱无共嘛，台语互我呢咪啦台语咪啦，嘛是安怎台语的物件台语咪啦安听有啦，你爱看 TAIGIME 你的手机若毋是 Apple 的，你的 Pad 若毋是 Apple 的，请你掠台语咪安尼即个软体有厉害你讲。即个软体毋是台湾囡仔发明的，即个软体是一个法国囡仔做的，有厉害无？法国人来台湾学台语，感觉讲台语来遮水，但是啥都无输入法，啥人 Apple 拢有输入法，啥咱拢无输入法，所以伊就甲伊做一个台语咪，安尼听无？即摆一直咧改版一直新功能，一直增加。即个物件比即个罗汉脚有一个。较厉害的所在，就伊用乱拍注音符号嘛拍会出迄个，嘛会当输入啦但是咱无鼓励乱拍注音符号啦这嘿啦好，来，可以看一下台语咪生做台语咪生做啥款？你若去台语咪输入法，你看就是这嘛 ，App Store， 有无？你去这是迄个 Android 的 App Store， 你就有。台语咪 Taiwanese Input Method 有无输入法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内底有一个影片，下面有一个影片，甲你讲安怎？甲你教安怎输入啦，安尼听有无？甲你教安怎输入，你著看了你就会晓啦。你会记得去新增输入法有人甲我讲之前有前几站拢有人甲我问讲，老师我厉害 App 啦，但是啥拢无出现，到底要安怎才会拍？你爱去一个新增输入法，你爱记得去新增输入法啦。你的输入法爱先增加无？你掠落来有但是你嘛是无法度显示迄个 keyboard 是毋是？你嘛爱加一种 keyboard 来输入法爱去新增新增输入法爱记得。爱记得啦无要紧啦，你去网络看影片，伊拢甲你教 step by step。即摆教学影片就是安尼你知影？就是你著摕一台手机是电脑伫边你来甲开咧看。伊叫安怎？咱就照伊安尼起这，伊就一步一步带咱完成所有的步骤。安晓啦好，输入法就讲到遮。若是准讲有需要的，请咱伫 Post 就近林俊佑老师伫遮，伊是这方面的专家啦，对无？信封内就是伊做出来对无？这方面的专家，请教伊啦，比请教我更较详细。以前我伫中山医的时就要拜托伊来甲阮学生讲课，教啥？台语拍字台语电脑是毋是安尼？因为伊是专家，迄 Boston 足近的啦，就近。来，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啥？输入法会当安怎？甲你的发音纠正，因为安怎？你若字拍袂出来，你安怎？你就知你发唔对音嘛，是毋是安尼？因为奇怪，我拍迄个啥？我拍这拍一字啦，讲拍我，少年囡仔是毋是我甲我分袂清楚嘛？是毋是安尼？我是。恁注意听恁注意听，阮去全国语文竞赛评审的时迄拢会听到人安尼，伊徛起来第一句就讲，各位评判，各位评判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编号11号。好，这内底你听到几个发音毋对的所在？来讲，第一字就毋对啊，各位。各位有伊迄个各发袂出来对吧？伊就讲各位因为华语是各位华语就无入声，各位就毋对了。评判老师还是评判老师？评判老师差别伫倒位？因为评判老师是评判，老师是无共啦。评判老师是评判老师是共一个，安听无？对吧？来，我是我，再来编号第11号。11
好啊，是不是安尼？伊还未开始讲已经再见啦，你知影无？伊起来，真正伊还未开始讲内容，伊跟他讲即句就再见啦，有无？一句话内底有偌济发音唔对的所在，足济对无？啊，你讲我要安怎？要安怎？伊若会晓输入法，伊绝对袂安尼，因为伊若念我是，伊就会拍我对无？啊，拍我敢走会出我？袂啦，迄个我敢走会出来，袂啦，哇，伊就说说哇，迄个字哇，吼对无？啊，所以吼，伊就知影讲伊发音唔对啊，对无？伊就爱加一个个无，所以你若有咧用输入法，你就知影你倒位有小可错误。你知影？阮拢讲啊吼，迄少年囡仔伤细汉，所以袂晓揽，袂晓真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华语是蓝、亲，拢无合喙的哇，安恩结尾哇，吼蓝、亲，啊台语是揽。心拢无合喙对吧？所以因拢讲啊吼，金山啦，毋知是金蕉山，你知无？台北有一个金山，金银财宝哦，金，啊因拢讲金，因为华语是金啊，金有啊吼，啊所以咧吼，所以吼，啊伊若拍安尼，所以讲揽啦、金啦，都袂晓揽，袂晓金有对不对？足济啦，发音的错误啦，啊你若发错误，就拍袂出来。所以输入法会当消除你的发音啦，啊，而且佫会安怎训练台语的思考，避免精神训练啦，对吧？咱是咪讲台湾人的精神训练是啥？爱拍华语也上台语啦，对吧？是不是安尼？你想的明明是台语哦，我要甲你讲，我足好的，结果你拍出来是我真好，是不是安尼？是不是精神训练？是不是？中华有一个迄个馆长啊吼，迄个正正迄馆长叫窦撇元嘛吼。伊对台语真支持哦，所以我定去中华开会。但是有一届啊吼，我听到伊讲一个笑话啊，毋是一个笑话，伊就讲我叫吼，各位先生、各位女士，今仔日真高兴伫遮看到大家，高兴。啊，再来，我一直是一个追求倒换的人。我是一个追求倒换的人，我拢袂当正，我袂当直行，对吧？是安怎？卓越啦。卓越啦！我是一个追求卓越、追求卓越哇，追求倒换的人，我拢袂当正，我袂当直行，有无？是安怎？因为伊迄个是华语个有无？啊，伊直接甲伊用台语念出来，所以才会出现什么高兴啦，什么倒换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吼，所以啦，吼，输入法会当安怎避免这种训练台语思考，避免精神训练啦。爱听无？听啦吼，好啦吼，啊所以咧吼，这就是迄个输入法，一定爱用。啊你若讲吼，好，啊我学会晓输入法以后，哦，甲你讲，你的世界，规个台语的大门为你拍开。什么长颈鹿台语袂晓讲啦，企鹅台语袂晓讲啦，有无？刺猬台语要哪讲啦，吼，是不是安尼？还是什么物件台语要哪讲啦，拢袂晓有无？吼，我要安怎？各位啊！查书店啦，对无？我明仔载就走啊啦，所以你要问我嘛，干那今仔日啦，吼，对无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你以后有问题要安怎？查书店啦，什么书店？推荐各位啦，吼，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商用书店，你看佫走出来台湾闽南语啊，好是不是安尼？吼，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商用书店啦，吼。啊，佮来另外一个叫做台日大书店啦，吼，来，吼，啊，这啊吼，好，等大家翕一个啦，好，等大家翕一个啦，吼，好，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商用书店是啥物物件呢？毋免拍遐济啦，关键词毋免读字啦，关键词你著甲讲，你著拍啥？教育部台语书店，其实你拍甲教育部台语的时，书店就拢已经出来啦，安尼听有无？吼，安尼听有啦吼。教育部台语啦吼，啊台语书店生做啥物款呢？生做即款啦，吼，有无？生做即款啦。吼，有无？吼，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商用书店，有无？吼，商用书店，教育部有无？教育部，吼。这个书店吼，你看吼，伊的收益你点入就会变安尼，吼变安尼，吼。啊，你若要敲找物件，就是伫遮，有无？伫遮，吼，遮两种查法，一种是你会晓华语有无？你要华语，你像讲企鹅，你就直接拍企鹅有无？吼，啊去查，你若要拍华语数字，
啊，你若要拍台语输入的咧，台语要找咧，就爱用这，吼，啊，你拍罗马字，吼，啊，无你来拍标准汉字。但是我甲你讲，标准汉字足难写，你嘛袂晓啦。加纸的台语要来写汉字，你袂晓写蟑螂，蟑螂你要用对应华语来查，安尼听啦吼。然后你袂晓写罗马地，罗马是啥物件？就是有水有无？有无？弄残啦，有无？弄残，弄啊，有无？弄有无？弄啦，啊袂晓，哦，啊要怎？罗马字是毋是足简单诶？你毋免去想讲汉字要哪写，18个字母甲学起来，你要拍啥物字拢有啦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加纸 KA 就是加啦，对无？哥啊加嘛，啊纸就是支乌啊纸，吼啊当然伊有一声啦，加纸有无吼？所以呢吼，你着拍足简单的啦，足简单的啦，无你要写较难死，对无吼？啊，着啊够着查，啊查互你以后会安怎？查互你以后会安怎？查到是啥物物件？来，我甲你讲，你讲老师查到我嘛袂晓念啊，哦，查到袂晓念好来，我无念，迄查到结果，我甲你讲啦，查到以后啊吼，伊就会甲你显示迄个汉字、罗马字、念法。例句，念法是一个 logo， 你看就知影。你甲点落，伊就安怎念互你听，有无？你若查企鹅，伊就出现徛格汉字啦，啊，佮有罗马字科亚徛格有无吼？徛格，啊，佮来有一个点的，你若点入去，伊就念互你听，伊会讲徛格，安尼啦，安尼念互你听啦。所以你毋免惊，你袂晓念，你要学台语，查书典。就是敢若伊用徛啦，其他个拢倒的啦，是不是？这个叫徛个，有无？是不是安尼？吼，安尼啦，好。你若讲徛个，伊是毋是会甲你拍讲徛个？伊会甲你拍徛个啊！你若用罗马字查，讲的袂使，伊也无语音输入啦，所以一定要学会晓罗马字。罗马字就咱啥物拢拍入去，对吧？吼，啊，伊就甲你讲迄啥物意思嘛？你讲啊吼，像咱即摆拢足少骂囡仔的对无吼，所以囡仔就毋知影讲什么叫按浪啦，什么叫长啦，什么叫国币啦，有无吼？什么叫聊天啦，有无吼？对无？你哪会遮聊天？哪会遮国币？哪会遮按浪？哪会遮长？哪会遮安怎？咱就无咧教囡仔骂，所以囡仔拢毋知对无？啊，咱有当时家己嘛少用嘛吼，毋知影要安怎？你若念会出来，你就罗马字就拍会出来对无？啊，你就去查书典，伊甲你讲个啥意思？佮有例句，是毋是安尼？是毋是安尼？你搁这聊天要拍哦，是毋是安尼有例句出来？聊天就是爱背悬背假啦，吼，爱背悬背假个了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嘿，所以咧吼，查书典啦，伊就甲你念啦，念互你听，但是你输入也无法度用语音输入，吼，就是爱用迄个手拍。所以我讲罗马字足重要，吼，啊，搁来，伊上厉害，我建议大家，你一定爱知影即个书典一个上厉害的所在。即个书典当然，咱伫台湾咧讲笑的时，就是讲啊吼，迄个上厉害所在就是你查啥物字拢查无啊，你上常出现的就是查无即个书啊，啊当然啦吼，即个物件念足侪年啊，新政府一上台要改善啊，谁要改善啊？已经发包啊，讲要甲书库增加啦，安听有无？即摆已经开始，已经发包啊，要增加，慢慢地，迄即种情形就愈来愈少。你知影台湾闽南语上学书典，台语书典的书条内底查无台语即字啦，你看有含无？所以阮拢笑讲以前上厉害的所在，就是伊啥物拢查无啊，啥物字拢无，无啦，迄是讲笑的啦。啊，但是当然啊，伊即摆要改善啊。啊，上厉害就是即个复录啦。你若通点即个索引、索引浏览，有无吼？即个啊，下面遮拢莫插伊附录，有无？附录啊，附录了以后，伊有足侪物件附录啦，附录啦，吼附录，伊有属间、必加姓、地名、方音差外来语一条是这块。啊，若属间你甲点落，像讲伊是用1画、2画、3画、4画、5画，伊用中文第一字的笔画啦，爱听有无？吼，笔画啦，吼。吼，就你若查一画，你甲点落就足侪一开始的迄个俗语嘛，一个到饭骹，一个到碗囊，啥物意思？不懂。一个到饭骹，一个到差不多啦，进度差不多啦。吼，一个到饭犁，一个到后遐，意思共款啦，爱听有无？爱听有啦，吼，就是意思共款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啊，这俗间啦，啊俗间咱无时间讲，你若有兴趣啊，啊上好的是啥？伊会念互你听啦。
蓝蓝马嘛有一部读，你看伊汉字，迄蓝蓝你敢念做蓝蓝？你绝对念袂出来，迄我嘛袂晓写啦，安尼简单讲下。所以吼，你若点落，伊就甲你念啦。蓝蓝马嘛有一部读。伊就念互你听啊，嘛有罗马字啊，对无？所以你若罗马字无确定安怎写，你用迄哪听哪看哪对，你就知影，对无？所以足好诶学习啦。啊，上厉害，我上推荐诶，对我来讲上实用诶，毋是俗干啦，吼，毋是毕加线啦，好啦，无要紧啦，吼，等下吼，是迄个，来，我互你看俗干诶图啦，俗干嘛袂歹，你看，这叫啥？六月挂彩鸡有心，伊后壁就甲你调罗马字无？六月挂彩鸡有心，啊后壁就啥物意思？用华语甲你解说。啊，若要听咧，点遮？点遮？点落以后，伊就甲你讲六月挂彩鸡有心，哇！迄个电脑合成的迄个义务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吼，啊，这个公亲变属主有啊，吼，分妹白拍甲李高梅对无？啊，真讲啊吼，最后一工咱拍是当时李高梅对无？新弟就袂新正就袂当拍嘛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吼，好啦吼，所以咧吼，这就是俗语的部分啦，吼，俗语的部分。啊，另外一部分呢，叫做啥呢？我讲这上厉害啦，吼，这个对我来讲上实用啦，吼，叫做啥物？你看。人体器官图啦，真正阮迄伫遮查啦，什物阿叔阿婶阿伯阿姆，什物阿舅阿金，迄拢伫遐查着，但是伊内底无我讲的迄个规则啊，迄规则就爱来上咱的课才听有啊，听会着。即内底敢若甲你讲亲情关系是安怎？啊，上厉害是这人体器官图，伊有分三部分啦，一个是外观，一个是骨头，一个是内脏啦。啊，晓无？所以咱第一讲是毋是讲腰笑对吧？啊，腰笑要你都查到这内底就写啦，吼，哇，是毋是安尼？这骨头嘛真麻烦啦，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哦，咱就先简单的，上简单的啦，吼，这个脊椎骨台语要哪讲？两骨啦，吼，对吧？两骨啦，腰这骨是下面这段啦，吼，啊，规个叫两骨啦，对吧？脊椎这叫两骨对吧？吼，两骨啦，吼，啊吼，你讲吼，啊，一个叫啥？扁仔骨啦，扁仔等因小弟扁仔骨，是毋是安尼？扁仔等因小弟啊，扁仔骨，扁仔骨啦。我若去食迄个餐厅吼，我就爱，就是阮讲鼓励台语消费，就是讲恁去消费的时候台语，对吧？哦，所以我袂甲伊讲，我要红茶，哦，麻烦给我一杯红茶，谢谢。袂安尼讲，拜托互我一杯红茶，感恩，吼，好无吼？红茶啦，啊，所以伊，啊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你伫台湾，你去迄种贵的餐厅吼。伊袂感觉，伊若听无，伊袂感觉讲啊吼，足介叫啥？伊袂哦，迄少年囡仔等倒会来问哦，讲哇，先生啊，我也很想用台语服务其他的客人呐吼。你跟我说这个牛小排啊，不是猪肋排啊，这台语怎么说啦？吼，猪肋排台语要哪讲？第一个啥？排骨有些排骨，伊有两种哦，一种是大扁仔骨啦，就是这肋排就是扁仔骨啦，听有无？哦，这个是扁仔骨啦。哦，咱若记袂起来，就记扁仔当因小弟，对吧？哦，对吧？啊，这块咧肩胛骨有啊，吼，这有一块叫肩胛骨啦，啊，这块大片的，这块叫啥名？饭丝骨啦，哇，因为出现饭丝的话，一片大饭丝对吧？哦，好啦吼，这种初阶啦吼，啊，咱来进阶一说啦吼。上正阶咧啥咧？即支骨头叫啥啦？吼，小腿筋骨啦吼。骹小腿遮有两支骨头，一个较外口，一个较内底有无？吼，啊，较外口这咱望会着，迄个叫啥物骨啦？无人知对无？吼，无人知对无？吼，叫做啥物事啊？鼻梁骨，水啦，骹鼻梁啦，叫做骹鼻梁啦，水啦，真歹，骹鼻梁啦，吼。听有无？骹鼻梁啦，咱听到骹鼻梁，有听到鼻嘛，拢想讲即支啦，即支叫鼻仔骨啦，鼻骨啦，你无共。骹鼻梁是骹的即支骨啦，吼。有一句俗语讲啊吼，泰哥阁无少骹鼻梁啦，有无？有无？是安怎？泰哥是啥物意思？毋是做垃圾，做爱喂水，毋是啦，吼，是迄个啥？迄个泰哥是泰哥病啦，泰哥病就是麻风病啦，哦，哇，迄是一种心经的病啦，毋是精神病哦，心经毋是迄头壳的问题，而是心经，伊就无感觉，你知影？慢慢失去感觉，所以吼，早前吼伫台湾，迄医药无法发展，着迄泰哥病无去治疗嘛，
因为伊是中低度传染，伊无啥会传染啦。敢人讲感冒搁较够传染的，伊迄无啥会传染。安怎倒伫面床安尼哦？倒袂奇怪，啊哪有鸟鼠咧咬肉骨的声音？我以前就无煮肉骨咧。啊，原来咧咬我的手啦。因为安怎伊的手无感觉啦，所以伊袂疼，你知影？哦，安尼啦。啊，所以吼，迄是神经方面的病啦。哦，啊，你就已经有即种病啊，你搁无好好保守你的骹片梁，要记掉较紧啦，对吧？是不是安尼？意思就是讲吼，你的底底本底就无好啊啦，先天不足啦，底底本底就无好啊。过来你搁无甲听啦，无好好甲顾，有无？后天失调啦，吼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来，好啦，啊，那这边怎看？你就去看这嘛，对吧？吼，所以这个妇疗足好用的，爱听无？五期枕头你嘛袂晓讲对吧？哦，以前咱华语有大拇哥、二拇弟、三中娘、四小弟、小妞妞来看戏，所以五期枕头华语都袂晓讲对吧？是不是安尼？哦，啊台语呢？这个叫啥？大武功嘛，大家拢知影嘛。哦，啊这个叫啥？咱莫比面顶啦，这个叫啥？中债嘛，啊这个叫啥？买钱债嘛，对吧？吼，买债，大家拢会晓对吧？大家拢敢会晓徛啊，这支咧。嘿啦，你内行才会晓着，即支就唔知影着。嘿，咱人的枕头足常用着的对吧？啊，即支足常用着对吧？结果咱竟然唔知影台语要怎做，有害哦。记载啦，你讲记的有无？记载啦，有无？记的啦，即支叫记载啦，吼，有无？啊，即支咧？无名仔。迄华语啦，吼，即支叫啥？这支啊吼，两个名啦，原本的名叫做歹仔啦，歹啦，无水啦。咱昨讲有爱，爱的拢是啥？无好的对吧？吼，所以歹仔啦，好无吼？歹仔啦，啊嘛有人讲买字仔啦，因为人家咧讲歹歹听嘛，想讲这支枕头就歹对吧？无啊，足水的啊，所以叫买字仔啦，有无？真正咧，拢袂晓对吧？像阮有一个朋友啊吼，生较粗啦，一个查囡仔朋友，伊啊吼讲伊的男朋友啊吼。伫小学测干桥较大汉啦，结果啊吼，连懒觉懒困啊懒趴拢分袂清楚。有个人真正分袂清楚，因为咱感觉讲这更小对吧？所以无去学对吧？所以说这三个部位是无共的对吧？是不是安尼？哦，啊就是安尼啦。啊若唔知影要安怎，你开始去问人要安怎？查书店啦，是不是安尼？查书店啦，哦有无？啊若是讲啊吼，书店有啥物好处？你知影？第一啦吼，你若半暝3点想着上用困袂去啦，哎呀，这脱发的台语要怎讲啦吼？啊，困袂去啊，要安怎？打电话给何老师，3点，当然我是无差啦，吼，所以但是你会当半暝3点起来查书店吼，会使嘛对吧吼？第二就是讲啊吼，你若来问老师啦，有代志来问老师，老师甲你讲一解，你听无啥有。哦，讲老师你搁讲一解，我听无啥有。佮老师搁讲第二解，你搁听无啥有。佮问佮讲吼，啊佮问第三解，老师搁讲你也是听无啥有。你敢好意思搁问？对了，哦，歹势啊对吧？哦，人哋讲然后 understand， understand， 对吧？是不是安尼？听有无？听有无？听有。但是你若看网络，伊听一遍听无清楚，会当叫伊搁念第2遍、第3遍、第4遍、第5遍、第100遍无？随时对吧？你看随时几解拢袂要紧，随地对吧？吼，我咧便所，人家咧哭哦，想到一字袂晓，哎呀，那个啥抽水马桶，台语要哪讲？哎呀，无敲电话问何老师，何老师啊，我即摆咧便所啊，吼，唔知影要安怎讲，无方便嘛，对吧？但是什么所在拢会当上网络查书店，对吧？即拢 online，慢慢伫台湾买册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若即个书店啊，我头仔讲即个书店上关特色是啥？阮家己考试就是啥，什么字拢无嘛，无啦，真济古早字，即摆还无啦，未来会有啦。所以你着爱查啥物咧？另外一个书店叫做台日大书店，台日大书店，安尼听无？台日大书店啦，即个物件吼，嘛爱感谢咱林俊玉老师啦。因为是安怎？台日大书店原本是用台语查日记，你知影？你查起来是日记啦，因为迄是日本人做的啦。但是啊吼，到尾安怎？伊家己翻做台语版啦。
放伫网络啦。啊，台语大词典是日本时代的词典咧。日本时代的词典所以会当查到足侪啥物字？古早字啦，古早字有啊吼，古早字。像咱头我讲的什么叶贴啦，吼叶贴的所在是啥物所在？迄一个查某囡仔吼，暗时等于无去较叶贴的所在啦。叶贴就是较无人去、较暗的所在啦。啊，若男女朋友咧，就爱定定去叶贴的所在。吼，要创啥拢会使啦，吼有无？所以咧吼，像叶贴你查词典，一般的词典袂有啊，迄较古早的用法啦，对无？啊，像咱头我讲啊吼，什物暗浪啦、长啦、国币啦、聊天啦，迄一般词典敢会有。即摆你拢袂晓嘛，因为一大人就无安尼共骂嘛，对无吼？咱无咧共骂，事实就毋知影。所以请你食五斤鸡嘛，毋知啥。好啊好啊，五斤鸡伫倒位，对无？五斤鸡是啥？一两三四五斤鸡啦，吼，你徛落来哇，是毋是安尼？吼，所以请你食五斤鸡就是甲你徛落来啦，吼哇，一两三四五徛落来啦，吼，鸡是啥？你知影？迄鹿港啊吼，哇，中华迄鹿港哦，鹿港就咧卖啦，鱼仔鸡、虾仔鸡啦，生的鱼仔啦，生的啦，生咸的啦，叫做鸡啦。啊，你知影丰原山线吼，迄是海线，丰原山线嘛有一个俗语甲有关，叫做笑死丰原大屎的啦。吼，以前迄鸡啊吼，鸡拢啊担去卖啦，无超去市场，你知无物流嘛，即个人物流对吧？啊，担去卖，啊偏担咧啦，啊伫迄个鹿港遐哦，伫海边遐哦，海线一直行到山线去卖啦。啊！你要买进前爱试食无？爱嘛对无？你着担起来食看卖嘛对无吼？啊吼，有一工啦，啊就是迄就是毋是有一工，就是迄个卖鸡啊吼，就逐工拢行迄个路线，固定啥物时间，大家就来买嘛对无？安尼才知影当时要买啊。有一工啊吼，迄个卖鸡破病啊，怎无来？啊无来吼，迄工拄一个打屎伫边仔，啊怎啊腹肚痛啦？伊家己嘛放放下坑咧啦，啊怎走去树仔边啊吼，即话眯起来，我伫遐。哇吼！啊，大家啊时间到就来啊咧，啊卖鸡哪会无去？啊，今仔鸡生哪会无啥烧食？谈来食看卖啊！哇！啊吼，迄卖鸡伫遐吼，笑一个啊，笑死伫内底啦，吼，笑啊，这叫做笑死丰原大屎啦，迄嘛甲鸡有关系哇，吼！所以咧，啊，但是你若毋知影五斤鸡是啥物安怎？查较无词典敢有？无啦，查较早的词典有啊吼，啊较早的词典就爱拍三只查有。台语、罗马字，数字调好。所以先来甲恁教查词典之前，爱先教输入法，有无？先来教输入法之前，爱先教罗马字，有无？咱的所有课程安排，拢是有设计过，啥物先讲，啥物后讲，拢毋是凊彩蛋的，爱晓啦吼。所以爱照步骤安尼，吼，安尼学啦吼。啊，当然恁若会晓古早的怪怪的汉字，你嘛会当拍伫遮查嘛，查有啦。但是我是袂晓啦，我是袂晓，迄汉字啊，伤好啦吼。来，所以呢吼，这就是一寡词典啦吼。另外最后佫上开一个词典，咱就食饭啦吼。少年人的词典啦吼，这少年人的词典叫啥？蒙典啦吼，蒙就是迄个啥？蒙啦吼，一个草有啊吼，佮一个日月有啊吼，迄个蒙，少年人就上爱蒙啦，宅男有啊吼，就是我秘伫厝里拢拍电动来厝里迄种诶吼，因上爱就是蒙啦吼，就是古水啦，古水诶意思啦。啊，但是啊吼，伊是啥物物件？伊是民间啊吼，伊是民间家己做诶，甲教育部诶台语、客语、华语三语的词典夹做伙，所以你查一个字，就会当同时查到客语的意思、台语的意思、华语的意思，佮台语的发音、华语的发音、客语的发音，安听有无？伊台语的部分就是读在迄个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典啦，啊华语是啥物教育部华语、啥物国语、啥物词典啦，啊客语嘛是教育部的啦，伊就是甲三个教育部的词典夹起来啦，无新的词啦，但是你好处是啥？共款有发音嘛，对无？啊有罗马字有汉字嘛，吼。啊另外你会当啥咧？一概查到台语、客语、华语的三语的发音，安尼啦，吼，这叫蒙点啦，吼。所以喙齿发出来啦，吼，有无？就是这啦，这叫做啥咧？来，我互你看，蒙啦，吼，即摆少年人就就爱蒙的咩，吼，有无？没有，要吸引少年人啦，吼。这叫做教育部国语、台语、客语词典民间版，那伊是民间家己夹起来。恁知影吼，即摆台语运动有一项少年囡仔加入，伊拢足热情的。啊，因少年囡仔就是啥？咱讲分工嘛，吼，对吧？吼，所以就爱
去做一寡少年囡仔会有兴趣的代志啦。吼，所以咱即摆无时间啊，下晡才甲大家讲啊吼，有一个叫做爱台语的迄个网站，吼，迄个网站最厉害，迄个是网络的概念。网络的概念就是啥物件？就是讲你若有啥物字毋知影，像扑克面的台语要安怎讲？这上新的物件对无？少年咧当咧时行无？迄个 online，迄个手机仔 game 无？比如讲，你袂毋知影对无？上新上少年咧用的物件，要安怎讲？伊就是讲，伊无标准答案，无可能有一个书顶收济啦，吼，要相信，大家拢会当入去讲安怎讲，大家拢会当入去建议啦，啊有所有的版本，伊拢会列出来，就是大家人的力量安尼啦。哎呀，这是网络时代嘛，迄下晡再来讲啦吼。咱即段先讲到这，大家啊吼，食饭啦，吼啊。